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Oscar，而家同大家睇一個咧豪景灣實用面積682尺嘅3房套廁單位。入到嚟大門啦，我哋先睇一個客飯廳嘅位置。咁啊，呢個客飯廳咧最主要係望翻一個東南嘅海景啦。咁呢個海景係永久海景啦，而且咧單位咧重新做過裝修，咁會有個對流窗啦。而廚房咧係一個有雪櫃、洗衣機嘅廚房，儲物空間非常之充足。咁我哋先睇下客廁，咁係一個企缸啦，明廁有浴室寶啦。睡房方面咧有衣櫃位，行前基本咧都係一個永久嘅海景。咁呢個單位咧做晒裝修，咁基本上即買即用啦。另一間睡房咧仲有啲地台床。亦都會望翻呢個海景，有衣櫃位。再嚟到主人房嘅位置係一個套廁啦，亦都係一個明廁做咗浴室寶。咁啊，三邊落床啦，有衣櫃位。咁單位介紹到呢度，如果大家對以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隨時按翻我隔離頭像 WhatsApp 就係我即時聯絡你。拜拜。